伫咧面册顶头有一种 marketplace 功能，会当互民众伫顶头买卖。对立委开记者会表示，面册市集内面有真侪无老实的广告，甚至有违法买卖情形。不过目前拢无法规通好来管理，也呼吁中央政府着要重视。点开面册 Marketplace 市集功能，顶头咧卖物件是真侪，为衫裤到轿车拢有。但是有立委指出，市集内面有4个无合理的状况，包括不实、个无适当的广告，介绍价格无合理，真侪卖家是来历不明，也有违法卖药的状况。试着跟脸书做联络，但是脸书已读不回。而且对这些东西，他完全不解释。大家会期待这些数位平台产业，它可以进行自律。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很多脸书内部的吹哨者，他已经站出来，自律没有效，必须要立法的介入。面册目前算是境外电商，台湾无法律通管理，而且面册伫台湾的办公室嘛，敢若负责行销业务。针对这个问题 ，NCC 甲经济部表示，因为是境外平台，确实是真恶管理。正在草拟的数位通讯传播法，就是参考欧盟的数位服务法 DSA， 它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这一些的网站呢，其实应该要在国内呢要有落地。要有登记，至少要有一个法律的代理人。因为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平台，那就变成是我们私底下做的一些就是一些交易。目前还没有，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案例，是可以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消保法。经济部敢若会使提醒民众，伫网络平台做买卖一定要设置避免受骗。NCC 讲，因为是境外平台，目前连警方要调查案件拢真困难。在场立委是要求要赶紧修法，确保民众的权利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